今日返咗架代步車，寶馬218 Grand Coupe M Sport， 1.5公升 Turbo 引擎，有140匹，七前速波箱，行咗9000公里。讀者可能覺得1500cc 車個數字好普通啫，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喺我返公司嗰段路嘅20分鐘嘅路程嗰度呢，我都感覺到呢架寶馬呢就真係交足晒功課。起步過線都係算輕快嘅。喺呢個配合七前速波箱之下呢，佢嘅過線加速都尚算得心應手。有 M Sport 套件呢，就梗係要講下呢個前邊嘅 Sport 凳啦。夠晒承托力之餘呢，佢又唔會做得太厚，影響後邊空間喎。買一架代步車，梗係要用實用性方面去衡量嘅。後邊嘅腳位坐去試下先。後邊嘅腳位空間頭頂未有耐頂頭係有玻璃頂添，都好充足嘅。同埋呢，就絕對唔會好似坐咗入個罐頭裏邊咁，哇逼實晒。呢架車嘅配置呢，都算係咁噶啦。入門級俾埋個後排出風口，又有埋氣氛燈，睇埋個尾箱。尾箱呢，廠方公佈呢就有430公升咁大嘅。不過我咁講430公升呢，可能呢個數字呢，好多人都冇乜概念啊。到底430公升有幾大呢？實際望落去呢，就可以裝到2個行李篋啦，都算實用嘅車仔嚟講。2020年12月，寶馬218 Grand Coupe M Sport 1.5公升 Turbo Engine 7前速雙離合氣波箱，只係行咗9000公里。影片最後邊呢，有我聯絡方法，有興趣呢，可以聯絡我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